后来乡亲啊，天气阁有转变咯。中昼过昼了后，台北遮就安尼落大雨，阁单雷公哦。这个方面加上东北季风，一直到明仔载的顶半天，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有局部的阵雨，低温会降到15度左右。明仔载的下晡雨就会停，礼拜拜一温度会阁回转来，但是到后礼拜二阁会来降温落雨。上界主要是影响到北部甲东半部，中南部较无差遐济。下早天气袂歹，真侪人把握时间出来晒日头行行咧。但是提醒大家爱记得走雨伞，因为下晡就变天啊。随着风面到位，东北季风落南，沿岸到明仔载中部以北拢会出现雨势，温度嘛下降。这一波最冷的时候会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这一段期间。那北部地区大概在低温的部分，如果是市区大概在16、7度，那沿海空旷可能有15到17度左右。这礼拜天气变化实在是非常大，拜六顶半天会比较较湿湿凉凉的天气，不过下半晡咧就会转淡。礼拜日到拜这段期间，温度慢慢回升，天气渐渐变好。但是拜二还有方面报道，拜三到拜四方面通过，加上云南云雾带影响，各地天气拢无稳定，会出现明显的雨势。另外，大家关注的清明连假的天气，目前天气的状况看起来拄着有阵雨，伫暗时恐惊嘛有雾气。开车都爱小心，不过气象局表示，春天天气变化大，预测都爱随时更新，提醒大家爱特别注意，做好准备，打好天气影响好心情。